禀大王太后，我王军攻下雍城，生擒公子华和芈书，诸公子之乱就此平息。臣恭贺大王，恭贺太后，兴起大秦社稷，从此四海升平，八方宁静，万国来朝，千秋太平。自此，在秦武王嬴荡死后，被史书上称为季军之乱的秦国3年内乱彻底平定。7位参与叛乱的公子，如今都已被囚禁。敢问大王太后，该如何处置？秦法上规定，叛乱之人当如何处置？处离子。司马将军，臣在。臣以为当斩。不可！有何不可？他们都是先王之子，纵有罪行，怎可与庶民同责罚？是啊，都是公子王孙，纵然是谋反，成者为王，败者只是不关痛痒的轻罚几下。江山社稷成了他们手中的玩物，全然不顾祖宗庙堂使路出没，八乡四野豺狼横行。3、5年后，他们高兴了再反一次，谁在意生灵涂炭、哀鸿遍野、民不聊生？不让他们付出代价，造反在我大秦便永远如同儿戏。枉死几万兵士、数十万庶民，亦如大风吹过，片叶不沾。如此国不成国，法不成法。一旦外敌到来，江山覆亡，呜呼哀哉，灰飞烟灭。太后，老臣愿意监督他们，绝不让他们再生事端。楚离子，你已经多大年纪？他们多大？你能活得过他们？你要知道，今日我把此事放到朝堂上来讲，就是要给天下人一个警示：乱我大秦者，当如何下场？太后，赵廷尉，依国法论，全部处斩。太后，你若将诸公子处斩，老臣再不敢立于朝堂了。我不受任何人要挟。
楚灵子。楚灵子，三思啊！太后，义局君回来了。快请。是。我的野马驹回来了。想死我了！说说，我走的这些时日，你可曾想我？日思夜想。都想什么了？想你会不会受伤？那你看看伤没伤？我怎么知道？简单呐，你亲手为我解开衣袍，不就什么都看见了？太后，大王来了。哎，你先避一避。你我之间有什么好回避的？哎呀，这孩子长大了，但男女之情还是不太懂。孩子都长这么大了，他还不懂啊？就当是为了我啊！快，快！哎呀，快点啊，等不及了。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！哎呀，都是大人了，怎么还这么毛毛躁躁的？母后，我来这是想问您，您真的要将那些造反的王兄们通通处死吗？是。那怎么了？可他们都是父王的儿子，也是我的手足兄弟啊。你说的对，也不对。他们是先王的儿子，是你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但他们许多人并非是你的手足。此话怎讲？请母后明示。手足是什么？是互相扶持，互相依托。但他们只是磨得雪亮，互相厮杀的刀刃。这不怪你，也不怪他们。你父王在后宫中有不少女子，这些女子给你父王生了不少儿子。他们一出生，命里便注定，他们彼此之间会争斗不止。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君，谁不指望自己是那独一无二的人？为了他杀戮无辜，绝不手软，这还算得上是手足吗？可是，像父王和处离子那样的兄弟，不也很好吗？他们是兄弟，但他们更是君臣。首先要为臣者安于为臣，为君者爱护臣下。这样的兄弟，我已经给你留好了。魏良人的儿子公子迟，曲应人的儿子公子雍，他们都心甘情愿臣服于你。你能够有几个这样的臣下兄弟，足矣。母后，再给那些公子们一次机会吧。我给过他们每一个人机会。这几年之中，无数次派人劝说他们放下武器，入朝归来，可他们都拒绝了。这几年里，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，扩大地盘，招兵买马，穷兵黩武，令得我大秦内乱不止，法度废弛，农田荒芜，人心混乱，多少性命葬送在这些公子操纵的私斗中。这是他们的大罪，百身莫赎。若是因为他们是公子王孙就可以免罪，那还要秦法何用？可母后这样杀了他们，只怕天下人会议论纷纷，他们会说母后不仁。哼，天下人要围攻秦国还欠理由，若因为怕就畏首畏尾，自废手脚，如何执政秦国？再者，既然这不仁的罪名一定要有人背，那就干脆让母亲来背吧。记得小时候你爱吃鱼，母亲总替你将鱼骨挑了，眼下母亲就把它们视作是鱼骨。等有一日你亲政了，就不会被这些鱼骨哽住喉咙，你就可以做一个天下人敬慕的仁义的大王。
可不管怎么说，他们也是王族。人言千金之子，不死于世啊！矫情！不死于世死在哪里？有人谋逆，明明该死，却要我假意仁慈，发配他们到乱军之中，然后暗使手段，或下毒，或坠马，或落崖，让他们死得无声无息。我偏不。我要让天下人看到，我用国法杀他，名正言顺，以儆效尤。我也要让天下人看到，我言出法随，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不必矫情伪饰。你还有话，一并说出。母后光明正大，那为何要与那义渠君？和义渠君如何？苟且吗？和义渠君如何？苟且吗？你终于问出来了。母亲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。你知道，义渠君几次救过我的性命，他对我有恩。母后，有恩报恩就是了嘛。您为何非要与……不仅有恩，我们之间还有情。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当年你父王的魏王后死了，他再娶楚国公主。那燕王的原配死了，又再娶你大姐姐孟莹。无人侧目，无人惶惑。我和义渠君年貌相当，情投意合，他关我寡，合乎天伦礼法。可偏偏就是有人不容。可父王怎么办？你父王的墓中葬着魏王后和许多故去的妃子，他在那里并不孤独。母后可为我想过，那些人指指点点，就把他的手给砍了。难道母后，您能把天下人的手都砍了吗？天下人多少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，哪有功夫理会毗邻榻上睡着的哪对男女？继儿，过来，坐到母亲身边来。过来。我的继儿长大了，继儿成年，就该慢慢懂得母亲了。母亲一生周折，亲人寥寥，珍惜眼前所有。但继儿记住，无论何时何事，母亲都不会弃你而不顾，弃秦国而不顾。继儿知道母后的不易。说到阴阳相配，乃是天地之大理。继儿成人，是时候要为你娶妻了。我为你许下的王后是楚国公主，人贤淑漂亮。一会儿我就让人把画像送到你宫里去。不用，儿臣的婚事由母后做主，儿臣先回去了。儿臣告退。太后，外面下雪了，好冷啊！天渐黑的时候下雪最冷。在燕国时，寒冬难挨，亏得有义渠君送的皮毛，魁姑把它们做成了袍子，继儿才能熬过来。月儿放心，以后会日日出城狩猎，让你和继儿日日有不重样的新衣穿。好，你出门狩猎，去获取百兽之身。我此刻要出趟宫，去收服老臣之心。太后，外面的雪还不小，等雪停了吧。我刚回来，明日再去吧。这事等不得。何况你也知道，出门打猎若天气不好，反而会有意外的收获。
大姐，太后前来拜访初离子。恭迎太后。拜见太后。仙儿、慧儿跟我进来，其他人在外面等着。是。敲门，是我，芈月。太后，天色已晚，请太后回宫吧。内忧外患，刻不容缓。老臣已经递上了辞呈，我还未允准，也绝不会允准。臣与太后还有何用？你可以与我无用，但你不能与大秦无用，与嬴氏家族无用。我要你做嬴氏家族的定海神针，为嬴氏家族做一个大长老。我不情愿。说气话无用，作乱的朱公子，我是一定要杀的。从孝公开始，到先惠文王，秦国实行商君之法。纵然是王孙公子，无军功者不得受爵，就有权贵的势力要年年削弱。秦国的天下仍是嬴氏的天下，但谁作乱谁作死。嬴氏家族的子弟们需要一个有威望的长老去引导他们安分做人，用心做事，稳固大秦的社稷江山。臣老了，看不懂世事，料理不了朝政。太后，外面冰天雪地，天寒地冻，还是请太后回宫吧。不要紧，我在燕国见过比这更大的雪，更寒冷的夜。我会等你出来，与我一起议政。你一刻不出来，我等你一刻；你一夜不出来，我就等你一夜；你一世不出来，我就等你一世。我就不信你一辈子也不出来。太后如果自己愿意等，那老臣也不勉强。老臣要歇息了。
我的排箫可带在身上。太后的心爱之物，奴婢走哪儿都带在身上。太好了，红梅白雪，就差一曲好乐，把它给我。手都冻僵了，怎么吹啊？这排箫不怕熟了，怕的是许久不吹生疏了。太后这是在吹楚曲。知道我为何独爱楚音，不仅因为那是乡音，更因为它能让我警醒。楚国曾是屈指可数的强国，却渐渐没落。为什么？就因为那些旧族们固守旧制旧法，仅凭屈子一人无力回天。今日我若是从这院子里走出去，秦国就有可能倒退，重蹈那些败落之国的覆辙。有关法度国家大事，绝不可退让。太后，楚离子，你起得好早。来，起来，快起来。太后。
还好在燕国时练出来了。我们在燕国时，极冷的天气却买不起炭火，几次差点冻死。楚离子，坐。你们两个也去取暖吧，让我的侍从送些热姜汤和早膳给太后。是。还是楚离子想得周到。老臣可不愿意做让太后生病的罪魁祸首。你对我有怨气，却拿我没办法。老臣自然没办法。老臣不及太后。你何事不及我？老臣聪明不及太后。错。若论聪明，世人都说智如初理。你不聪明，谁还敢说自己聪明？太后取笑老臣了。我的确不如你聪明，但你却拿我没办法。因为我能豁得出性命，吃得了辛苦。我虽出身王族，却一直被人踩在脚下，一无所有。我不墨守成规，也不怀挟偏见。我既能一致决生死，又能一笑泯恩仇，这些你都不如我。楚离子，你聪明，但你又太过聪明了。未虑胜先虑败，未虑得先虑失。你的聪明害了你。我要除掉谋反的公子，你心痛了。我不跟旧族们妥协，不承认他们借战乱掠取的土地，你怕开罪了他们。我要凭功论赏，改革军制，你怕军心不稳。我刚刚针对顽症痼疾略施药时，你就觉得四处风雨飘摇，江山不保。你呀，把自己给吓死了。是我赢视江山，生死我都跟他绑在一起。若有一日天下大乱，太后躲得掉，老臣和大王却是躲不掉的。你若真心忧国忧民，就站到朝堂上去，不管谁渡国害民，都与他势如水火，不共戴天。可他们是我秦国的王族，嬴氏子孙呐。是啊，那些跟随他们的人，都还是秦国的老旧族呢。可是楚离子，你何不将眼光放远一些，想一想，若过10年、20年，有一日，秦国再也不分什么老秦人、新权贵，所有生活在我王旗底下的都是秦人，如同700年前，天下所有人都奉周天子号令一般。那一日，秦法取代今日的周礼，诸侯之间再无战争，四海归一，天下奉秦，国泰民安。楚离子，你可敢愿大秦有这样的一日？太后雄心虽好，谈何容易？别忘了，我秦国刚刚被人割去不少国土城池，还是太后您亲手所为。他们趁人之危，我要他们如何从我手里拿走的，就要如何还回来，并且要加倍奉还。他们不会任凭太后摆布的。不是？怎么知道？好，老臣愿与太后打一个赌，不敢说天下奉秦，老臣只盼望
秦国能恢复到先惠文王的盛况。楚离子还是心有宏愿的人，天下奉齐是秦国的必将成就。或许你我有生之年见不到，但该要我们的儿孙替我们做。说到恢复先惠文王的基业，我与你10年为期，如何？老臣敢为太后鞠躬尽瘁，使太后为先下公惠文王。可如果10年期到了，太后没有实现承诺，那太后就退居内宫，不能再行干政。好，君子一诺。好，老臣与太后即按3下为约。公元前305年，叛乱七公子在咸阳伏法，诸公子之乱就此平息。行刑！母亲，我来了。大王，我来看你了。记得那一次，你带我出游，拜谒商君之墓。当时我糊涂着，我想你既然恨他，为何要祭奠他？你祭奠他，为何却要让他的尸骨埋在荒山之中？可此刻，我总算隐隐绰绰知道了原因。有些人尽管活着的时候，他可能是你的敌人，但有一日，他的信奉却不知不觉地会成为了你的信奉，存留在你的心头，在你的血脉里，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这杯酒就敬给那个让你爱恨交织的人。你是秦国后宫所有女子的夫君，于我却是第一个男人。我曾经爱慕于你，依恋于你，视你为父为兄。你对我有桃李之交，开导蒙昧之恩。尽管妇人之情与你是最看轻的，远远比不过江山社稷，但你却给了我从未给过其他妇人的信任。这第2杯酒，我敬你，谢你使我自重自信，从不妄自菲薄，才有了今日的秦国太后。
这第3杯酒有些难了。我一直问自己，倘若你在世，是否会情愿拿你那7个公子的性命，来换取秦国天下的长治久安，换取商君之政的重新推行？我狠心做了一件世人都觉得为难的事，但若是不做，只怕秦国就要为难。我今日站在这里，是想对你说，我所谋划的，正是你曾梦想过的王图霸业。有朝一日与地下相逢，我可以站在你面前对你说，我无愧于你大王嬴驷，无愧于嬴氏列祖列宗，无愧于秦国先驱的王力。木心，你可知俗语“瑞雪兆丰年”？我们那边都说，冬有3白是丰年。宫内一片祥和之气，不知那会后在清凉殿怎么样？那清凉殿并非冷宫，只是伺候的人少了点，用度减了一些，倒也没大委屈的。他回咸阳不少日子了，我也该去看看他。是。太后来了，你怎敢不起身跪拜？我从未听说太后为何物，天下都知我是先惠文王原配之后，你口中的太后只不过是我的陪嫁应。即便嬴稷继位称王，她仍旧是个应。我是大秦唯一的惠后，只有我才是母后。痴心妄想，怎会没人告诉你？因为失德，你已经被废掉了尊位。大胆！想要废我尊位，也得等我到地下由先王来废，由不得你们。没关系，他不用归我。即便废掉尊位，她仍是我的姐姐。你们先出去吧，在门外等我。是。是。如今，你当上惠后了？不，惠后仍然是你。你不敢与我争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不想与你相争，只是你不肯信罢了。争不争，你都赢了，说这些有何用？姐姐，你会放屁吗？你说什么？放屁！你看我。
放个连环屁。我是狄公主，你见了我，应该行大礼。我已向你行礼，你也该向我行礼了。为何？来而不往，非礼勿言。姐姐还没有忘记。忘记什么？忘记我们的当初。那时候太小，什么都不懂。可是我们很快乐。那又如何？小孩子终究会长大，长大了，懂了，才知道人生无常，人心会变。假若能回到过去，姐姐是否愿意？你我都已回不去了。不曾试过，怎知不行？是什么？怎么是？难道你能让时光倒流？能让先王与我情谊如初？能让荡儿起死回生？能把江山社稷重交于我手中？假若没有那么多的纷争，你我能回去吗？不可能，你我一开始就错了。我是狄公主，生来就该做王后、母后，而你是庶出，只能给人做应女。所以，不是回不去，是姐姐不愿意回去。你以为你的儿子当了王，你的身份就变了吗？能与我平起平坐？当年我与先王成亲，就是在这清凉殿里度过了我的新婚之夜。先王对我温柔多情，而你们几个应女就坐在那边的地上，夜夜服侍。再过多少年，多少代，哪怕这清凉殿倒塌了，大秦后宫也会记得我芈姝，记得我这个惠后。没有人会知道你这个八字的。万一事与愿违，姐姐说的都是错的。那我也要将错就错，一错到底。我的人生告诉我，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。如今我无夫无子，孤家寡人。你若真想成全我，
就杀了我吧。我不会杀你的。你不杀我，难道你还要把我留下来，白白折磨我，让我生不如死吗？姐姐，你又错了。大秦只杀强敌和对手，如今姐姐孑然一身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我杀你作何？既然你已不是对手，我折磨你又有何趣？你虽名位已无，但你仍是我的姐姐，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对我的情分，保你衣食无忧，在清凉殿安度余生。不，你是不敢杀我。我是敌，你是应，你不敢杀你的主子。你希冀你永远为主，我永远为奴；你高高在上，我沦落尘埃。可如今世道变了，我与你之间的一切到此已经全都结束了。在下黄歇看得清清楚楚，私斗之事便是躺下的军士寻衅挑起来的。人是不是你杀的？不是我杀的。你说不是就不是，跟我回去，见了我们廷尉说个清楚。带走。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他。我没有杀人，太子，你杀人了！不是我，定是有人陷害。咸阳街头人人在传，都说亲眼看见楚国之子杀了人。不是，秦国廷尉正在追捕你呢。真的不是我。不想啊，秦国廷尉前来，我自会跟他说个清楚。太子，等什么等啊？既然有人要害你，怎会给你分辨的机会？他们必是诬告你在咸阳杀了人，然后把你关进大牢，将你害死在咸阳啊！我没有杀人呐，我没有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为今之计，只有先赶快离开咸阳，逃回楚国，再做打算。离开咸阳。回楚国，快！太子快换了装扮，跟我走吧！啊！太子。太子，公子，太子呢？太子已经走了。太子走了，去哪儿了？太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带着侍从离开了咸阳。他跑了？是。哎呀，他这一跑，正中了别人的圈套。我去追他。
黄将军，黄公子，你可知道楚国太子恒杀人之事？太子定是被冤枉。冤枉？那他为什么还要逃走？这恐怕是事出有因，我这就去把他追回来。质子出逃是大罪，你身为太子恒的陪伴使臣，难逃其咎。怎么，你也想趁机溜走吗？将军误会在下。大王有令，不准黄歇离开咸阳半步。什么？太子恒杀人，跑了？是。李恒自来咸阳做质子，一贯谨小慎微，安分守己，怎么会有这等事？他杀人之事已被坐实。不过，即使如此，我仍猜是有人从中做了手脚。雍大人，不会是你做的圈套吧？啊，太后放心，雍瑞要做，也会比这高明。只是那陷害之人不慎走漏了风声，让雍瑞提前知晓，顺水推舟罢了。这样说，他们给了我们理由，对楚国说不了。正是。质子出逃，岂不害了子歇？太后放心，子歇人才难得，微臣已派人将他留下。不要再犹豫了。那楚国太子恒杀我秦国军士，本该黄害服罪，竟然私自出逃，此举对我秦国是大不敬。恳请太后、大王出兵讨伐恶楚。楚国质子杀人，私逃回楚，秦楚之义就此破裂。楚国如此侮辱我秦国，形同犬彘，不共戴天。我大秦当与列国联兵，共同伐楚。臣谨遵太后之命令。大王，眼下秦军已经攻下了重裘、襄城等6座城池，这情形是糟透了。金大夫，我楚军为何如此不堪一击？那秦国铁骑勇猛异常，我们的战车不是对手。况且，楚国这些年士兵缺乏训练，眼下分散各处，还未集结。大王，一定要想个办法，否则秦人就要深入楚地，与我们全面开战了。眼下此事，可还有挽回的余地？金上啊，你不是刚刚才见过秦国的使臣吗？那就赶快再去疏通一下。实在是事出意外，楚秦联盟为莫逆之交，切不可前功尽弃啊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莫慌莫慌，有什么话就讲。太子身为质子，私逃回国，才导致这样的祸事。依臣切看，只有严惩太子，以向秦国谢罪。夫人，
如今秦国已经宣战，事情已然闹大。就算是寡人现在狠下心，杀了恒儿，只怕也于事无补。这可如何是好？金大夫，秦人那边什么意思？那秦国使臣说了，秦国太后与大王是至亲，一直从中斡旋，想要保住秦楚联盟。不过，诸国妒忌秦楚交好，不断使人恶意挑拨，不免使得秦王与其他重臣心生猜忌。眼下当如何是好啊？那秦国使臣还说，最好能够让两国国君见面会盟，解释清楚其中的误会，免得让别人从中做了什么手脚。大王，谁惹的祸事，让谁自己去承受。大王，不可轻易放过那太子恒。这个逆子虽然犯了错，但终究是寡人的儿子。看来这次也只好由寡人出面为他收拾残局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微臣有事要禀告夫人。大王已经决定为那逆子担当一切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夫人，如今朝堂上下乱作一团，只有劝大王前去会盟，重建秦楚之意。也怪你无能。说好了让米恒闯祸，求在咸阳，让大王废了他就是，怎么能让他跑回来，惹出这么多的事端？那边怎么回事，微臣也不知道。眼下多说无益，只有先平息了与秦国的争端，才能再提那废太子之事。劝大王与秦国会盟倒也不难，不过太便宜了太子恒。见过夫人。夫人，臣倒是有个主意。说。聪明人两次不可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。少废话。明说。夫人，不如建议大王再派太子去齐国为质。哼，这算什么主意啊？只要太子在齐国再惹出什么祸事来，就算这小子命大，还能逃回来。可是一个太子两次为质，如果先后惹翻了2个国家，那可就……哎呀，也只能这样了。楚王同意会盟了，他曾把母后和舅舅害得好苦，我见到他，定不会轻饶他。楚王若是来了，我们获得的就不止3、5个城池了。只是此事我们还没有明示太后。楚国是太后的母国，只怕她在此事上会有所迟疑。再者，皇协一直在试图劝阻秦国对楚国用兵。大王不会不知皇公子在你母后心中的分量，他的话对太后多少还是有作用的。太后，公子歇来了。快，请他进来。是。太后，你来的正好。昨日我刚得了魏良人给我送来的菊花茶，我正想着哪日与你一同品尝，你就像听着信儿似的。谢太后牵挂。木心，在。把茶烹好了，端上来。是。太后知道。
我来此，并不是想品茶。无论何事都是俗事，哪里比得上你我共同品味好茶？我宁可先俗后雅。子歇，坐下说。子歇坐不下。敢问太后，秦楚打算会盟？是，因为楚王同意会盟和谈，所以我们才从楚地退兵。就算会盟，会盟之地该选择秦楚中界之地，怎么会选择武关？武关有何不妥？当年你我相约出走，不也选择了武关相会？武关在秦境，只怕楚王入了秦国会有不测。还未会盟，怎知有不测？这明摆着就是头顶利剑，悬而未斩罢了。子歇，你想说什么？你是秦国太后，秦楚会盟一旦有所不测，这便是无信无义之举啊！你该如何给列国一个交代？你若任凭秦军铁蹄踏碎楚国，有生之年，你该如何回到汨罗江？你该如何面对列祖列宗？子歇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子歇，你可知道里面是何物？秦宫中珠宝无数，子歇猜不出来。这是我当年离开楚国时取得一捧楚国的泥土。当日魁姑告诉我，若离了故土，去了异乡，水土不服，就用这故乡之土，每日取少许放在水里饮下，既可治疗水土不服，也可解思乡之苦。我就是用了这法子，度过了刚开始最难熬的一段时光。后来这些土就留下了，一直放在身边。楚国水土，无时无刻不流动在月儿的血脉里，我自然无愧于汨罗江，无愧于父母和楚国的先祖。既然如此，子歇也无话可说了。但是，自太子恒出逃以来，我便一直被迫留在咸阳。我一直猜测，太子恒被诬杀人，不得不逃之事，与你有脱不开的干系。子歇，你错了。此事我真的不知情。若不是你亲手所为，也有你大秦的谋士在中间推波助澜。我猜测，雍瑞定是幕后推手。眼下秦楚交恶，千钧一发，一旦楚国危亡，子歇定要返乡，救楚国于水火。到时候，望太后不要拦我。我说过，我倾其所有，不会让你走的。子歇，子歇，子歇！母后，明日孩儿就要启程去会盟了。再有几日，楚王的车马也就该到武关了。嗯，知道了。母后以为，雍大人和冉舅舅的主意如何？武关会盟，
不动一兵一卒，便能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，那自然是好。母后，怎么了？雍大人让寡人给母后带一句话：眼下太后不该只为一人、一事、一国着想，而该为天下着想了。那是自然。时候不早了，儿臣告退。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大王也回来了吗？臣弟快马先回来。与楚国会盟之事如何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楚王进武关之际，大王下令关闭城门，并扣押了楚王，准备带回咸阳。不是早先说好，只要楚王答应割地致歉，便不动手的吗？早晚是要动手，大王只是性子急了一些。这哪里是性子急，这是授人以口实啊！都不说话。初离子，你为重臣之首，你先说。既然扣押楚王已成事实，敢问太后，楚王不日即到咸阳，此事如何处置？初离子认为，应当如何处置？天下皆知秦楚武关会盟，大王忽然下令关闭城门，将楚王挟持到咸阳。若此事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置方式，只怕会引起列国的质疑，说我大秦毫无诚信，以欺诈手段扣押他国君王，非人人君子所为，一定会引起诸侯的猜忌和敌意。只怕大秦以后难以取信于诸侯。楚离子此言差矣，是楚国质子杀人潜逃，毁约在先。楚王一直遮遮掩掩，不肯真心赔礼致歉。楚国的傲慢无礼惹怒了大王，这才命人将他带到咸阳质问而已。你以为这么说，列国会信吗？列国只是向我等要一个交代，至于信不信，由不得他们。如果他们真心想对我秦国开战，任你如何解释，他们都有动武的借口。假如他们不打算开战，无论给他们什么理由，他们都会欣然接受。雍瑞之言，初离子以为如何？如果大秦有足够的实力，说什么话诸侯都只能违心的相信，自然无妨。但眼下，大秦的实力还不够，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派出一妥当之人，游走诸国，说出一套令人信服的秦国大王扣押楚王的道理，免得诸侯猜忌，引发后患。唉，若是张子在就好了。老臣不才，愿亲自出马去试一试。那就拜托初离子了。不知初离子打算如何向诸国解释？老臣还没想好。朕已经替你想好了，就说此事并非秦国大王所为，只是太后一意孤行。因为楚王与太后是兄妹，早年间在楚宫中曾有恩怨。此次武关会盟，太后把国事当家事办，
此举确非君子所为。但太后本来就是一介女流，为女子与小人难养，也就无需用君子之道衡量了。好在他们兄妹相见，说长道短，等到恩怨分明，就会放楚王回去了。太后如此说辞，完全是为大王着想，不计个人荣辱。朕是一妇道人家，有什么荣辱可言？行了，都散了吧。白起，太后，白起愿为太后分忧。我何忧之有？天下，你说什么？难道太后就真的没有一统天下之忧吗？世人皆知，得楚者得天下。既然楚王已经在我们的手中，我们大可以乘楚国无主，挥师南下，直取郢都。你想灭楚？谈何容易！楚国立国800年，自周王室建立以来，就屡次兴兵南下，想灭了楚国，可却是屡战屡败，让楚国从一个小小的子爵，成为诸国当中第1大国。晋楚争霸300多年，晋国早已消亡，而楚国却是越战越强。不是也曾有一人成功过吗？你是说伍子胥？是，北国伐楚无不失败，那是因为他们不熟悉地形战术。北人骑马，南人行舟，北人面对水战束手无策，而伍子胥伐楚则是用的吴国兵马，水兵舟战行家里手，此其一也。伍子胥伐楚，便是利用了楚国君臣不和，楚国分封之阵根本无心反抗，一击而溃，此其二也。伍子胥行军神速，直逼都城，都城一溃，楚国便溃，此其三也。你的意思是，密戎将军在楚国待了多年，他了解楚国内情，更知如何用兵分化楚国君臣。司马错将军平定了巴蜀，为我们南下扫清了道路。我们可以兵分2路，一路由我带领，翻越秦岭，正面攻打楚国；而另一面，则可以由司马错将军率领巴蜀的兵马逆乌江而上，攻打李业，再顺流水逆沔水，直逼郢都。太后，太后，看着大秦一统天下！太后，怎么？太后若觉得白起过甚其词，不，朕只是惶惑罢了。太后，拜见太后。免礼。这么晚了，将2位爱卿请来，是因为朕有一件事情要与2位商谈。太后，正好我与司马将军商议，有关楚国之事，愿为太后献上一策。那就雍大人先说。太后，我们该利用眼下楚国群龙无首之际，攻伐楚国。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谁能抓住这个机遇，就能万世长存。而当下这个机遇就在我们面前。太后，臣以为，我们可以从巴蜀出兵，沿江而下，直入楚国腹心，再要有一支军队正面攻楚。朕请2位来，想说的正是同一件事情。看来我们是不谋而合。雍大人，司马将军，朕能有你们这样的良臣，是朕之幸事。我等一直担心，
楚国是太后的母国，太后会因妇人之仁而不忍对楚用兵。如此看来，太后不让须眉，胸怀的是天下。献王的确没有看错人，此乃我秦国之幸事。此事你们与白起尽快拟一个详细谋略出来。是。太后，您只怕这件事情，我要愧对一个人了。太后，您说的这个人可是木心？在。明日请他到宣誓殿来。是。多谢太后以实情相告。子歇，子歇终于等到了结果。太后扣押了楚王，虽在意料之外，但在情理之中。子歇或许不信，但的确是突发之事，始料不及。楚王乃一国君王呢，太后怎可背信弃义？事已至此，我无话可说。但子歇不必为楚王如此激愤。君有明君昏君之分，君视臣如手足，臣待君如父母；君视臣如土芥，臣待君如寇仇。既然楚王是屈子于你等贤臣为泥土草芥任意践踏，那子歇何苦还要替其卖命？子歇是楚国臣子，我的命就是楚国的。或许有一日，天下再也没有秦国、赵国、楚国、魏国，那子歇的命又是谁的？子歇看不到那一日，子歇只能看到即将破碎的800年楚国5000里山河。前几日，我去到四方馆，听到侧士们都在争论天下是否归一，这让我想到800年前，楚国究竟在何方？周天子统一天下，分封楚立国于丹阳，乃是子爵之位，地不过50里。而今楚国开疆拓土5000里，而周天子之地，却连50里都不到。太后不用跟我说周天子之事，天命有归，这不在黄歇的把握之内。或许有一日，芈月要做的，就是周天子做过的事情。这就是说，太后已经迫不及待，非要灭楚不可了。数百年前，长江以南曾是楚国旧地，曾有上百个部族日日拼杀，后来被楚国一一收复，江南再无战事。若是秦楚合并，那秦楚之间或许有那么一场大战，但战后就可以享几百年的安宁了。子歇总算明了太后的心思了。子歇，我的心思绝不瞒你，我要你留下。留下帮你穷兵黩武，置百姓于水火之中，帮你取得大秦的天下。留下不是为了帮我，是为了帮天下。天下一统，将士们解甲归田，不再动兵征战，才可享受太平盛世。只怕百姓等不到太平盛世，见的是遍地白骨。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代价的，这是你要的代价，不是我黄歇要的代价。抱歉了，太后，我必须得走。你要走，是因为与我赌气。我要走，是因为我痛心。
堂堂大秦言而无信，这就是你们遵行商君之法、背弃礼法的结果。大秦实行商君之法，民殷富，国富强，百姓乐用诸侯亲附，人心所向，统一天下是早晚的事情。自欺欺人！你的商君之法，在子歇看来，就是违礼仪、弃伦理、无信义，以恶制恶，贵上欺诈，轻罪重罚，令百姓敢怒而不敢言。商君之法切实可用，立见成效，急功近利，不可持久。子歇，总有一日你会明白，今日之争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。你若信月儿，你就留下。你不在人啊，你只是大秦的太后。抱歉，子歇帮不了太后。子歇去意已定，望太后不要留我。我今生披彩衣，我见繁华如许，我驾驭山河千声万起，我却追忆海底。想过无猜无期，相遇梦相许，想任你解脱红尘之欲，永生不得离去。西风向孤独的人吟唱，是谁在拿你心里的伤？将欢情推理片刻时光，今宵已在